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钱柜的大火，烧出着电梯的弊案。台北市府建管处的承办人员詹华总涉嫌甲业者收钱，互法院判60万交保。昨日通发现死伫个南湖的大桥骹。讲詹华总交保了后，情绪一直拢真歹，搁伫个笔记本来写讲要来轻生。昨日中昼请假，讲要去找律师，当天暗时家属就找无人咯，才发现伊死伫个桥骹。台北市长郭文提去慰问家属，讲这个真相应该由司法来调查。22号阴暗时开始，厝内底人都拢联络袂到詹华宗，最后嘛是发生遗憾的代志。台北市建管处科员詹华宗牵涉钱柜大火电梯安检收贿案。22号还佫有去上班，但是阴暗时就联络袂到啊。台北市长郭文提讲，作为市府的同仁啊，我们还是要表达哀悼的。媒体啊，有些过度捕风捉影了，包括连那个什么总统府的电梯的，或是立法院的电梯。其实这一些跟他是没关的了。建管处这方面嘛表示，22号詹华宗中岛的请假。中午的时候吃饭时间他就离开了。那下午当然因为说是要去找律师，所以同仁们知道他不在，但是也不疑有他。那处里面今天早上一大早大概7点多到8点的时候，曾太太就有到我们处里面去。大家倒找都发现伊的笔记簿啊。今天中午的时候，发现在笔记本里面有写说，他就是有轻生的念头。科长看起来真唔甘。他是一个老实人，真的是老实人。在整个事情上，因为他的耳朵不太好，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内向、比较木讷，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所以他今天这样子做，其实是真的心理压力很大。钱柜大火电梯安检收贿案真相是啥物？台北市政府这方面表示讲，要由司法来调查。